同时公兵法、太公兵法有6章啊，说不可以传给不忠、不孝、不圣、不道的人呢。那提到那个内容，要想到道天地将法，另有军人武德叫自信人勇焉，自信人勇，自人勇加信严格的严，自人勇三达德，成佛也要自人勇，三达德自人勇，再加上勇敢的信啊，诚信待人的深信不疑的信啊，诚信的信，严格的严。军人武德的武圣关公的武德，自信人勇严，三达德加上信跟严。马战获胜要合乎道天地将法，道天地将法，道天地，天地就是阴阳，道就想到《道德经》，天地就想到阴阳，想到《易经》，将法也要想到儒家，带兵之道，得人心啊，人际关系的和谐，儒家在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。得民者昌嘛，道天地将法。